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3月28号精彩有三笑的版路，来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13来开伫个第二季，所以咱要对2月15号才来看。版头13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的顶三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三期的开奖日期12号。咱的12号要来个合数24，所以24来减掉12就是1二，1二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来1二一只。来，咱搁继续要来看到2月22号，版头13小翔搁来开伫个第二期，所以咱共款先来找到版头顶三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三期的开奖日期19号，咱的19号。要来个合数24，所以24来减掉19就是05，05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有无？05一只。来，咱搁来看到伫个3月17号，版头13又搁来开伫个第二期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顶三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三期的开奖日期13号。咱的13号要来个合数24，所以24来减掉13就是一就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来一只。刷落来，咱搁继续来看到3月25号，版头13小翔来开伫个第二期，所以咱先找到版头顶三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三期的开奖日期20号。咱的20号要来个合数24，所以24来减掉21就是03，03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期来开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03。这下就是咱3月28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高期。来，咱继续要过来看后一版。一版的版头呢是35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咱对3月3号再来看。版头35找到了，咱先找到伊下两期的第一期，一期、两期，下两期的第一期01。咱的01要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，这就是38。38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来38一只。来，咱一只要过来看到3月12号，版头35小翔过来开伫第五期啦吼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下两期的第一期，一期、两期，下两期的第一期08，咱的08要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8就是31，31就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来31一只。来，咱一只个顺续来看到3月18号，版头35是咪共款过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咱版头找到，先来找到伊下两期的第一期，一期、两期，下两期的第一期03，咱的03要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3就是36，36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来36一只。刷落来，再来看3月23号，版头35又过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咱先找到版头下两期的第一期，一期、两期，下两期的第一期03，咱的03要来个合数39，所以39来减掉3就是36，36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36。这下就是咱3月28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五期。来，咱继续过来看后一版。一版的版头呢是03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咱对2月23号再来看。版头03找到了，咱先找到版头下两期的第三期，一期、两期，下两期的第三期28。咱的28要来甲减掉7，所以28来减7就是27，27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七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、七期，来27一只。来，咱搁继续来看2月26号，版头03小翔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咱先找到版头下两期的第三期，一期、两期，下两期的第三期13。咱的13要来甲减掉7，所以13来减7就是1、2，1、2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七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六期、七期，来1、2一只。
来，咱再来看到3月2号板头03小强来开第一支啦吼，所以咱先找到伊下两支的第三支，一支两支，下两支的第三支是1支，咱的1支要来甲减掉1，所以12来减1就是11就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有无？一只。刷落来，咱继续来看，伫个3月20号板头03。共款再来开第一支，所以先找到板头下两支的第三支，一支两支，下两支的第三支二数，咱的二数要来甲减掉1，所以24来减1就是23，23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23。这个就是咱3月28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高支。来，咱继续再来看后一版。这版的板头呢是11来开伫个第2支，所以咱是要对1月29号再来看板头11找到了，咱先找到板头下一支的第三支29，咱先来甲扣起来，咱的29要来甲加上3，所以29来加3就是32，32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。32一只，来，咱一只再来看到2月10号板头11，共款再来开第2支啦吼，所以咱先找到板头下两支，伊下一支的第三支100先来甲扣起来，咱的100要来甲加上3，所以18来加3就是2，2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一只，来，咱再来看。伫个2月20号板头11又过来开第2支，所以咱板头找到，先来甲伊下一支的第三支19扣起来，咱的19要来甲加上3，所以19来加3就是22，22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有无？22只。刷落来，咱继续要来看到3月20号板头11。小强来开第2支，所以先来甲板头伊下一支的第三支15扣起来，咱的15要来甲加上3，所以15来加3就是100，100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100。这个就是咱3月28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高支。来，咱继续来看后一版，咱一版呢。是3支对1支的板咯，板头是07来开第1支，所以咱要对10月26号再来看板头07找到了，咱先找到板头顶4支的第5支，2支、4支，顶4支的第5支35，还有顶6支的第1支5支、6支03，参板头顶7支的第1支1数，所以就是03、1数，还有35这3支，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。3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、6支，1数，还有35，是咪03、1数、35？伫个板头的下6支来开着1数甲35啦吼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一只个顺续来看到10月27号板头07，连总来开第1支，所以咱先找到伊顶4支的第5支，2支、4支、37，顶6支的第1支5支、6支01。顶7支的第1支是03，所以就是01、03，还有37这3支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3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、6支01、37，是毋是01、03甲37伫板头的下6支来开着01甲37啊吼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，伫个12月9号板头07。共款来开第1支，所以咱先找到板头顶4支的第5支，2支、4支、37，顶6支的第1支5支、6支02，还有顶7支的第1支02，所以2支02啦吼，也就是02甲37这2支，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2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、6支02，是咪02甲37伫板头的下6支来开着02，2支开1支。来，一只个要继续来看到3月9号板头07，小强来开第1支，所以咱先找到板头顶4支的第5支，2支、4支、17，
頂6期的第一支、5期、6期、03，也閣有頂7期的第一支是02，所以就是02、03，也閣有17這3支，要來佇個板頭的下6期、3期會開一支，2期、4期、6期17，02、03，也閣有17，我佇個板頭的下6期來開到17啊吼，3期來開一支，來咱刷落來，閣來看到，佇個3月21號板頭07。共款過來開第一支，所以咱先找到板頭頂4期的第5支、2期、4期、27，頂6期的第一支、5期、6期、08，還閣有頂7期的第一支02，所以就是02、08甲27這3支，要來佇板頭的下6期，3期會開一支啦吼，2期、4期、6期、02、08，還閣有27。所以02、08、27就是咱3月28號會當來參考使用的3支到1支的板路。來，咱繼續過來看後一版。咱一版的板頭呢是05來開佇個第一支，所以咱是要對1月31號才來看板頭05來找到了，咱要先來甲板頭伊當期的開獎日期31號先考起來，還閣有伊頂一期的第5支36。參板頭伊下3期的第2支、1期、2期、3期、17，所以就是17、31，還閣有36這3支，要來佇板頭的下8期，3期會開一支，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、17，還閣有36，什麼17、31、36，佇板頭的下8期來開到17甲36，3期來開2支啦吼。來，咱閣來看到，佇個2月16號遮。板頭05共款過來開佇第一支，所以咱的板頭找到，先來甲伊當期的開獎日期16號考起來，頂一期的第5支34，板頭下3期的第2支、1期、2期、3期15，所以就是15、16，還閣有34這3支，要來佇板頭的下8期，3期會開一支，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、16，15、16、34。佇板頭的下8期來開到16，3期來開一支。來，再來看2月25號板頭05又來開佇第一支，所以咱先來甲伊當期的開獎日期25號考起來，頂一期的第5支36，板頭下3期的第2支、1期、2期、3期04，所以就是04、25甲36這3支，要來佇板頭的下8期，3期會開一支，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。04，還閣有36，04、25、36嘛吼，佇個板頭的下8期來開到04甲36，3期來開2支。來，咱閣來看到3月11號板頭05，共款閣來開佇個第一支，所以咱先來甲伊當期的開獎日期11號考起來，頂一期的第5支32，板頭下3期的第2支、1期、2期、3期10，所以就是10、11，還閣有32這3支，要來佇板頭的下8期，3期會開一支啦吼，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11，是毋是10、11，還閣有32？佇個板頭的下8期才來開到11，3期來開2支。刷落來，咱要閣繼續來看到3月19號板頭05，共款閣來開到第一支，所以咱先來甲板頭當期的開獎日期19號考起來，頂一期的第5支35，下3期的第2支、1期、2期、3期1二。所以就是1期、19甲35這3支，要來佇板頭的下8期，3期會開一支啦吼，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1期、19，還閣有35，所以1期、19、35，也就是咱3月28號會當來參考使用的3期到1支的板路。咱今仔日板路的分享就到這為止。你若是感覺我的板路袂歹，麻煩記得幫我按讚、分享、順刷、訂閱不啦，也感謝咱各位好朋友。